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詹伟明。即阵咱要来带大家看讲吼，中国又搁咧搬演什么戏啦吼，真正是一出民族英雄的这个大戏。咱讲的是啥？咱讲的是这个华为的财务长孟晚舟啦吼。过去伊因为吼温麻珠公司和这个伊朗业务关系吼，所以违反着美国制裁伊朗的这个规定啦吼。那么看到讲美国迄当阵吼，就要求讲吼，加拿大因为吼这个孟晚舟伊伫加拿大吼过境吼，就甲逮捕起来。伫加拿大其实是冷静3天吼，3天的这个时间吼，甲美国吼检方即阵吼达成着这个反起诉的这个协议啦吼。咱就看到讲24即天吼，当庭被释放出来吼，坐包机登入去吼，咱讲中国的这个侵权这个所在。中国这出戏是安怎搬吼？伊讲吼铺这个红地毯吼，万人来去接机。另外咧，中国官方媒体伊必要这标题，佮讲欢迎伊回来啦吼。这真正是搬一出民族的这个大戏吼。那么讲到，因为孟晚舟迄当阵去互逮捕，中国反制咧是掠着2名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吼，咱讲到前外交官，搁一个吼做生理人吼，因两个拢号做是 Michaels， 有人讲吼 Two Michaels 叫中国掠起来。即阵嘛，因为这个孟晚舟被放出来，两个人嘛吼，登去到这个咱讲加拿大吼，加拿大总理吼，这个图鲁多吼，伊嘛是共款伫咧机场甲因接快。嘛有人讲吼，这是一场咱讲人质外交啦吼。咱嘛看到讲美国检方是形容这是一场吼，这个胜利，但是咧美国检方过去拢咧准备讲引渡孟晚舟，如今是孟晚舟吼，这个认错无认罪啦吼，内底咱看出着什么美角？咱等下好好来讨论。另外，咱看到讲吼，美国国内共和党嘛批评讲拜登，哇，政府你真正是软正啦吼。另外，咱看到讲吼，这个自阿富汗这个撤军了后，即阵佫有孟晚舟吼，甲伊放转去这个事件，咱看到讲内底到底有啥物看点？咱等下做回来讨论。另外就是讲，哇，即阵战到即阵啦吼，美中贸以前咱头先讲着华为啦吼，是孟晚舟吼，伊是做这个财务长。到底这个美中贸易战吼，这种科技战的战甲安怎？咱讲吼，过去美国要求的是清气的这个供应链，是毋是会更较加强呢？吼，另外一个大看点就是讲吼，咱的这个修正的这个部分，咱即阵吼，美国众议院通过着这个国防授权法案吼。建议要邀请到咱台湾参加到这个2022年环太平洋的这个军演吼，咱嘛知影吼，这是全球上大国际海上的这个军事演习啦吼。内底咱即阵去用纳入去这个吼范围内底，到底咱的这个实力有够无够吼？其实嘛是一大爱好好讨论的重点吼。但是咱嘛看到讲吼，台湾过去一直吼美国来批评讲咱的这个募兵的这个部分吼，伫咧亚阵的这个兵力无够，是毋是要透过这个征兵吼，搁一届吼来。改一寡咱的这个吼制度，军事的这个吼征兵，也是募兵的这个制度。但是即阵咱嘛看到讲吼，国防部有上新的这个吼改变啊吼。国防部发布着上新的这个吼军事训练吼，这个5礼拜和11礼拜过去这个军事训练，伊唔免落部队，即阵爱落部队啦吼。这内底参咱讲吼，这军演到底有啥物关系？透过节目咱做回来关心。先来请节目顶3位来宾，第一位咱们邀请中研院欧美所研究员林正义教授，你好，大家平安。第二位咱们邀请主持媒体人蔡玉珍，玉珍姐你好，主持人大家好。第三位咱们邀请台湾国际战略学会理事长王坤义理事长，你好，大家好。首先咱们带大家来看讲吼，这个孟晚舟啦吼，真正是中国这出戏，真正是破败甲真好势啦吼，咱讲到。伫当庭被释放了哦，吼，伫咧这个加拿大遮先发表这个演说，另外咧坐飞行机吼，穿着一身红啦吼，一身红落飞行机了，佮有一个红地毯迎接伊。中国媒体佮讲欢迎回来，这代表啥物？先做来看。 2018年12月，和美国司法部指控对英国汇丰在内最金银行隐瞒移动业务，犯下早期同罪华为公司财务长孟晚舟，2时以自由之身押出温哥华法庭。Past 3 years, my life has been turned upside down. It was disruptive time for me as a mother, a wife, and a company executive. But I believe every cloud has a silver lining. It really was an invaluable experience in my life. 孟晚舟甲美国司法部达成反起诉协议，内容是允准伊无认罪，当时对案件所讲的事实表达无异议。专案会暂缓起诉到2022年12月7日。
这个期间，若是伊最好协议内容，美国检方就会撤销对伊的控诉。严格若是违反协议，伊原有可能互美方来起诉，也是定罪。双方协议达成了后，加拿大法院在2时宣布终止明晚州的印度的听讯，改当庭来释放。明晚州随即到温哥华国际机场，坐上中国国际航空的客机登去深圳。就伫明晚州得到释放2点钟了后，2018年互北京当局以间谍罪名来拘捕入国的加拿大前外交人员孔明凯甲生理人史佩佛，也随即互北京来释放。加拿大总理杜鲁道亲身证实这项消息，表示2个人在自中国大使巴顿陪同下，会在2月回来国内。About 12 minutes ago, the aircraft carrying Michael Kovrig and Michael Spavor left Chinese airspace, and they're on their way home. 过去几个月来，华为的高层密集到华府甲美方来交涉，另外就是华为创办人林正辉的查某囝。整个事件若是美中高科技战的重要转折点，在中国社会引起真大的反美情绪，甚至互加拿大甲中国的外交关系恶化。另外，州被软禁在加拿大了后，孔明凯甲史佩佛就互北京当局解压起来，正做谈判条件。公视新闻王慧文编译。是啦，咱头拄有讲到吼，这是一场这个人质的这个外交吼，尤其咱看来讲，迄当阵这个拜登有敲电话习近平吼，当阵可能就讨论到这件代志。咱讲吼因为这个加拿大吼过去是帮助这个美国啦吼来做一寡这个引导吼，也是讲吼这个要甲伊掠起来是加拿大遮来进行的吼。所以伫这个部分，这个牵涉到吼这个外交的关系，毋但是这个美国和中国尔，加拿大遮是3方面拢牵做伙啦吼。先来请教这个政治研究员吼，安怎来看讲这3方啦吼？因为这回明晚州安尼吼放出来，尤其咱讲吼2个，这个咱讲吼，这个外交官好做生意人吼，嘛登去到这个吼，咱讲加拿大吼，有啥物对3国的这个外交上的影响无？咱会当看起来就是讲完全都是政治啊。共一个这个孟晚舟是甲2个加拿大的公民，共一个会当讲一交换连接啊。有影所以这个案件我会记伊这个2019年6月，伊这台办有一个20国的高峰会，是，即阵已经发生啊。习近平特别甲川普，就是讲到这孟晚舟的代志。所以就是讲，这个法律的争取是足久，但是愈拖愈久，影响唔仅是加拿大甲中国，美国甲中国，美国甲加拿大的关系都受到影响。所以，伊是一种的交换。这种的交换就是牵涉到第3方。第3方就包括这个加拿大、伊朗，因为这个伊朗就是甲这孟晚舟比例起来有足大的关系。是，因为其他的国家，这个联合国5个这常任理事国，甲德国就是讲对伊朗有这种的制裁的限制。但是这个华为，偷偷来对这个伊朗来输出一寡较敏感的科技，就是这种原因，所以伊比加拿大来差不多有3档啊，差不多过2-3个月就差不多3档。所以牵涉到这个伊朗，会再安尼讲就是讲这项代志和美国甲中国的关系，这紧张有降低。美国甲加拿大的关系本来有小可的改善。即摆就是较惊就是讲，美国甲中国是毋是会以这个贸易关税，佮进一步来重新来盘整啦。不过孟晚舟虽然是放出来，但是这个华为3档以前甲3档以后就完全都无共款啦。所以孟晚舟伊的角色，即摆来讲，包括伊的爸爸任正非，华为。完全都唔是3档前，意义完全大改变，完全都大改变。即卖华为，即卖任晚舟，即个任正非受到的重视啊，已经无像3档前，有真大全球的关注。但是咱嘛看到讲吼，因为明晚州即阵吼，这个中国啦吼。大的欢迎你回来。如果安尼这大破败，头拄我已经形容这是一种民族英雄的这大戏。到底中国为什么要安尼办？咱继续搁请教玉珍姐啊。是，就拄仔研究员有讲吼，这个明晚州的这个代志吼，
自头到尾拢是政治事件，拢毋是商业的事件。大家讲哇，伊即个华为伫咧世界伫美国吼，才会成立牵涉到中美的即个贸易战争。迄个时阵是川普的即个时代嘛吼。但是你看即马拜登拜登为什么参习近平通一个电话了？哇，你看伊这边出来吼。你若看到伊的声明吼，摕到迄纸写好的声明吼，你看咧讲哇，真正是每一句拢是正治。伊安怎讲？伊讲感谢伟大的祖国甲人民，吼嘛感谢党甲政府的关怀，做一个普通的中国公民。孟晚舟这款的角色叫做普通的中国公民吗？那有可能咧？伊讲吼，伊安尼遭受到困境，啊，伫咧国外，伫咧他乡3年吼，无时不刻拢感受到党、祖国甲人民的关怀甲温暖，而且习主席。嘛足关心每一个公民的安危，同款嘛将我的代志放伫咧心上，互我感受到非常的感动吼。你看到这吼，敢若像咧互相听，这是202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上届肯定的叫做民族的女英雄啊！真正这个国势吼，即个这个气势看起来，就是讲伊代表啥？代表。美国，你有才调该引导无？无才调，这代表是咱中国的胜利，所以美国嘛唔敢拍咱，唔敢对咱安那，所以你看伊遭受到，你看中国的这个网民在这个网络头顶安那看台语，安那看讲这就代表咱中华民族的胜利。所以这个代志，互咱看到讲是毋是第一，大家烦恼的是讲。川普时代会对美国、对中国的态度、对华为的态度，都甲到拜登的时阵是毋是无共款？这是咱第一个爱看的，就是讲你即马中国嘛，甲你买一寡即个农产品啊，所以嘛是开始参美国咧做生意啊。但是你即个科技的即个部分，咱较严肃的看待是讲 ，OK， 华为即马。敢是还阁会当像过去3年前共款，要伫咧全世界拍落来做第一，伊这就是代表啥？代表中国要称霸嘛，所以用孟晚舟的事件，互中国，互你感觉有着收敛，但是即马因个气势阁起来啊，但是气势阁起来了，华为即马的能力，即马的即个实力你看咱即马护国神山台积电，台积电是全世界拢咧看咱的即个晶片。华为敢有讲，哇，全世界拢爱靠华为，无。但是另外同时放即个认真这是代表啥？代表讲加拿大，伊的人去中国，伫中国去互因掠起来。所以要互全世界人看讲中国做即个人质外交即个代志，恁若要参中国做生意，包括。伫咧即个“一带一路”全世界其他的国家，中国即马伊的即个战狼外交内面，你若要参中国做生意，你若要参中国往来，你是毋是会拄着参加拿大共款？人伫遐，大赛伫遐，嘛甲你掠起来。所以你后壁要做生意，你后壁要往来，爱好好思考。所以这是一个两面的手法。这个手法就是孟晚舟，互你。测这个温度，这个温度是讲中国参美国即马，敢若感情温度有较好一丝啦，无像川普的时代遮尔硬拼硬。但是你要做生意，你要做什么款的往来，你爱家己拍算得好。那要参与硬拄硬的时阵，你有迄个材料，像加拿大安尼，你就受到美国的控制，所以即马美国。当然啦，伊即个手法是两面的啦，伊嘛要互全世界，包括台湾、包括日本、包括足个国家看讲对，我嘛袂使对伊硬拄硬，但是咧，我若要参与落软的时阵，恁嘛爱有实力去思考，恁要安怎参中国往来。OK， 这是真重要啦就是甲中国往来，大家挂什么心啦另外，咱来看讲孟晚舟，咱有整理着自迄当阵。
去用掠起来这个时阵哦，迄当阵为什么甲掠起来？因为迄当阵吼，这个2018年吼8月时阵，美国就指控着孟晚舟吼，因为暗看到这个华为的子公司吼，伫咧香港遮吼，咱头拄讲着有甲伊朗有这个业务上的这个往来。迄当阵美国吼是制裁伊朗吼，啊，咱讲有一寡这个规定伫咧吼。迄当阵伫咧纽约这吼联邦法院就对孟晚舟发出着这个逮捕令吼。啊，咱来看到讲2018年吼12月初1的时阵吼，孟晚舟伫咧这个 Vancouver 吼转机的这个时阵，迄当阵伊其实嘛是要甲这个吼去参加这个 G20的这个大会啦吼。啊，那么这个新闻报道讲，迄当阵伊其实吼，这个咱讲吼，习近平当时嘛要伫吼共一个场合来出现。啊，迄当阵哇，美国知影吼，这个伊要伫加拿大吼过境吼，所以要求吼，这个美国要求加拿大都要甲伊逮捕起来吼。啊，咱看到讲为虾米甲逮捕咧？车走的时阵用吼，这个咱看到讲另外吼，这个是中国吼反制啦吼，威胁中国国家安全。咱讲吼，头拄啊有2个 Michaels 啊，吼，这2个加拿大的人吼去互中国吼来甲掠起来。有人讲，这就是一种这个人质的这个外交的这个事件，所以咱看到讲吼，为的这个吼背景伫咧人质外交，就伫车走的时阵，哇，你就凊彩甲人掠起来。另外，咱就看到讲，这个2020年6月这个时阵 ，Two Michaels 吼被逮捕了18个月了，嘛是各用啥？境外吼试探国家秘密含这个情报罪吼，啊来去做一寡这个起诉吼。另外，伫咧2021年1月时阵，孟晚舟保释啦吼，法官下令着这个宵禁吼，伊爱吼挂这个电子的卡条啊。另外咧，这个保全公司吼，全天候吼拢做一寡这个限制措施。但是咱伫遮就当看到一寡这个比较啲吼。去用逮捕的这个2名吼，加拿大的这个公民和这个孟晚舟，其实孟晚舟伊伫加拿大是软禁尔，伊的这个自由拢是抑个 OK 啦吼，只是爱挂这个电子的这个卡条啦吼。继续来请教这个吼理事长，咱来看讲吼，孟晚舟和这个2名加拿大吼，其实因2个这待遇无共款哦。2名加拿大的公民是伫中国自家，啊，另外孟晚舟咱讲的是咱讲吼从禁起来，软禁起来尔，但是伊住的是这个 Vancouver 遮上好的吼，真奢华的这个主体啦吼。你安尼看，这2个咱讲无共咧。当然咯，这个两部分吼，所受到的一种待遇吼是无共吼。伫2018年12月1日吼，伫迄个温哥华用掠的时吼，这孟晚舟啊，已经当初的时间关10几天。10几天的时是当正常啦。加拿大是用正常的迄个时间吼，去甲侦讯就是吼。暗时也袂去甲迄个做暗时的迄个啥，迄个夜间的侦讯拢无做这个代志。10几天了后吼，伊就甲放伊去啊，放伊去。伊即马就用迄个啥卡疗啦，电子卡疗迄种吼。其他伊会自由。因迄个啥，孟晚舟因为迄个因翁伫迄个温哥华遐吼，有2栋豪宅，拢是超过差不多1000万的迄个加拿大币哈，豪宅。加拿大政府互伊选，你爱住对一间无要紧，你选哦，嘿，所以其实真正迄个因软禁吼，因为我都关起来是给他10几天尔 ，OK， 其他拢是用电子疗卡，安尼伊嘛是相当加自由啦。所以是讲袂当离开迄个啥温哥华安尼尔吼。毋过迄个啥，即个迄个叫我掠的即2个，加拿大迄个外加迄个商人吼，迄是24小时吼，在遵循吼，这24小时拢无关灯，无关电话哦。你知影叫我在遵循犯人的牺牲吼。迄绝对拢超惨啊！吼，拢无迄个啥。你看为什么每一个因咧电视做演出来这种电视上认罪这种人哈，大家拢认罪，无一个讲反对的啦。你反对你入去你就知迄个。是。咱知影个李明哲哈，嘛是出来是得马上认罪啦，咱无咧迄个啥讲啥有诶无哈。所以这个情形，因为审判咱看足正形的地方，伊拢甲你弄好啊。是。为什么你会？伊卡起来了，你拢会当迄个啥，每一个拢会爱认罪。认罪。不管是外国还是台湾，还是因在地的人，拢会认罪。因为就是伊啦，拢24小时电话拢无关。是。家己自己精神。这是这个情况。所以你看当对人权啦，对人的重视哈。加拿大甲这个
阿强啊，就拢无共，差真济啦，差足济吼。是。啊，这个看这个孟晚舟这个案件，咱来用这个两部分来看啦。伫个外交对方面吼，迄个阿强啊是做一个叫做人质外交，吼人质外交就是啦哈。这人质外交的是吼，那所以伊会甲交换嘛，吼，甲迄个即两个加拿大迄个厉害人啊，即摆所以孟晚舟伊飞开，哦为迄个啥为北极哦飞开了，即两个也放开，是，吼，这叫做人质外交。啊，毋过对内底伊是啥？伫表演一个叫做人民伊个政府会当保护人民的即个伟大国家，伟大的迄个啥？对内部吼，对内部宣传啦吼，大内宣啦吼。啊，这里面个有一个比较特殊的所在吼。咱即摆是啥？中国是政府派飞轮机去甲接，是接了吼，伊个是啥？迄个为北极。伊就是不爱射过吼，这个美国甲加拿大的航舰吼。啊，伊像加拿大去开始有四架迄个啥军机佮甲接啦吼。保护。啊，基本到迄个中国的迄个领空了吼，佮有四架迄个歼16的吼。是。那个佮保护落来，所以这是迎接民族英雄啦。这种做法。是。所以可见啊，加拿大这两个人去。当然啦，因为迄个啥，迄个总理哈，特鲁多有去接面啦。是。啊，啊，不过无像迄个中国咧发动几万人去啊。主都是干烧咱啦吼，这个咱讲画面是介是无共吼。是完全拢无共吼，这是看得出做民主国家甲专制国家吼，无共款的所在吼。当然国家要甲你动员几万人来接机，迄是足简单的。有啊。啊，你加拿大你也要去动员，别讲。几万人啦，你也动员100万的，做歹管动员哈。所以这个表现出来，讲国家的属性都无相同。民主甲这个啥，甲这个共产国家啦吼。甲共产也是讲专制的国家吼，无差一只，这就差足济啊。有影吼，真正差真济啦吼。咱头拄嘛讲着吼，这个孟晚舟伊落飞机的时阵，哇，华为的这个员工伫遐因的这个5星旗啦吼啊。铺这个红地毯吼，另外啦吼，这个代表是啥物？这代表来讲，哇，我迎接吼，我会当对抗着这个美国的这个民族英雄，倒来甲咱中国啊，因中国啦，毋是咱中国啦吼。所以伫遮咧，因要表现就是讲美国甲中国伫遮吼，过去拍这个贸易战，孟晚舟伊是一个机子吼，去互这个美国掠起来，啊，即阵孟晚舟伊转来，但是咱看到讲吼，因为即件事件。美国内底嘛有一寡无共款的声音，尤其咱讲到这个拜登是民主党吼，共和党的这个川普，因这过去是电影，当然嘛讲伊软正啦吼。啊，有人讲这是软软，有人讲这是两面的这个手法，但是对共和党来看，因会安怎过来认定吼，即个事件，继续来请教政治研究员。以这个川普做总统的之阵，又通过一个干净清气的网络的计划。是。这个清气网络的计划，就是将这个华为，为全世界的市场排除。有影哦，所以就是讲，过去这3档，这个华为已经甲过去的华为就完全拢无共款。虽然孟晚舟会当于到中国，但是对华为来讲，经过这3档美国甲中国的科技战，是哦，华为要重新搁起来，真困难哦。足困难，哦，啊，但是对美国来讲，哦，这共和党，最近有一个民调啊，就是讲认为这个川普适合做美国总统的，是，竟然是赢过拜登，哦，啊，这个是以这个阿富汗这撤军以后，哦，做的这个民调，是，所以拜登甲川普是完全无同款的总统，哦，啊，川普。伊对中国较硬斗，哦，啊，拜登就分正面款的议题啊，有诶认为就讲爱合作，哦，啊，是毋是即个合作的过程内底，啊，互美国即个利益过度来妥协，哦，所以就是讲，即个美国共和党甲民主党对中国的政策，有一个完全都无共款，哦，一个较强的，啊，一个就是讲。选择性的，会强的，啊！但是咱看见美国甲中国即摆就是拜登嘛，拜登做总统，是啊，拜登2月甲
甲这个教会都有敲电话给这个习近平嘛，吼，所以拜登的政府的后一步对中国的政策，我感觉咱好好来观察，就是讲一定会改变。OK。啊，这个改变的部分的，这个经济这个部分。过去是这个美中贸战吼，战甲要争一个输赢吼，川普嘛是这个无咧落软吼，一直甲你讲吼。但是咱嘛讲就讲，这回吼，甲因的这个公主放转去，啊，这代表啥物？咱讲华为吼，就甲过去的这3当前，会当个东山再起无？继续请教杨玲姊啊。我感觉这吼是互全世界互看去评估啦吼，因为这边最主要是美国啊、加拿大啊搁中国嘛吼，但是咱来看加拿大即摆的气氛哦，就是因的国民敢要接受华为的物件，即摆看起来是无爱，也是讲吼。3年前这件代志伫加拿大发生，但是这段时间加拿大的人对华为这个物件，对因所做的这个产品，因是抵制，所以这互咱看着讲吼，其实就是讲，互全世界知影讲，你要接受华为无？吼，啊你若无爱，安尼你后日啦爱看安那参中国去做生意。虽然拄仔咱知影讲，研究员有讲，这个是拜登。是这个民主党参共和党的川普，对中国态度无共款。是。啊，这个态度无共款，看这个事件后壁足侪代志，还佫继续延续。除了华为以外，包括咱所有这个区域安全的这个问题，吼啊，包括咱即马看到的，包括台湾申请要参加 TPCPP 这个代志，拢会受到影响。就是讲美国甲中国伫咧这个代志内面。扮演着足重要的角色，但是每一个人的态度无共款啊。因中华人民共和国就认为讲，咱即马是有够大尾啦，所以你看，连美国嘛唔敢欺负咱啦，吼。所以因即马是这个士气哦，这个感觉讲家己足伟大哦，全世界连美国嘛无在替咱无在调。是。但是咱即马看着讲，即马全世界拢还搁伫咧疫情的这个影响之下，所以。你伫咧国外，包括伫澳洲，看到中国学生，看到中国的学者，看到中国的这个物件，每一个人的态度，参3年前是无共款的。因为这段时间发生着全世界拢受到影响的这个武汉中国的这个COVID-19 肺炎这件代志，全世界确诊率跟死亡率还佫真济，所以大家。讨厌中国，所以因为讨厌中国，所以我无爱华为的物件，我嘛无爱参中国做较频繁、较密切的这个活动。所以我感觉这个影响就是对中国来讲，因嘛是爱想办法，因家己想讲，哇，这边虽然气势足好的，但是。在商言商，因伫咧全世界要称霸的这件代志，已经是参3年前无共款啦。有影吼，大家拢甲你看出啦吼，你就是这个咱讲吼偷摕人的这个智慧财产权也好，还是讲吼偷摕人的这个科技啦吼。另外咧，人叫你讲就要制裁伊朗的这个部分，你就是唔听啦吼。所以大家过去你的这个印象已经拍歹去，尤其头拄啊这个有真嘛讲到吼 ，COVID-19 的这个影响规个吼讨厌中国的这个气氛已经形成吼。但是咱嘛看到讲，为什么会讨论着讲吼，这个拜登吼拜登即阵。甲民主州安尼放转去，是讲吼一寡即个落软的即个做法，因为咱看到讲吼过去啦吼是要叫伊认罪哦，但是即阵伊敢若是认错尔哦，认错啥？认错就讲伊过去伫咧隐瞒吼，伫咧香港子公司有甲即伊朗的即个往来者，伊敢若认即条吼，所以即个部分咱讲是认罪协商啦吼，啊认罪协商其实嘛毋是咧拜登才有，过去 Trump 都有啊啦吼。即阵美国司法部伊嘛讲吼，同意伊反起诉到即个明年12月7日啦吼。到底即部认错无认罪，甲真正认罪代表的即个意义佫无共，咱继续请教李处长你安怎看？当然啦，伊认错无认罪，认罪种我做毋对，是有罪我有罪啊，认罪等于我有罪啊，认错的伊种无罪，所以伊个啥，伊个加拿大用即个啥叫做诉讼吼，公司法迄种吼，系程序法。伊就甲放去啊，意思是讲你既然认错，啊，这有罪无罪，后摆吼后壁甲你来伊个判断，看是毋是有罪无。啊，即摆这问题讲到华为遮吼，即摆美国啊已经通过美国的联邦通信委员会吼，差不多通过19亿美金吼，要甲规个
美国内底有关这个华为甲中兴啊，通信这两间大公司，这个中国公司，啊，在迄个啥，所有的网络也是通信设备啊，全部拢个拆除，是，拢个拆掉，吼，为要来美国的内底迄个啥，这个设备吼，中国设备全部拢个拆掉，啊，这个内底上侪拢是啥？伫美国的迄个农村所在。农村拢较爱用，这较俗啊，中国的物件拢较俗嘛，所以伊迄个啥，伊网络吼，用伫迄个农村的部分用较足济。啊，即摆美国的政府吼，为联邦这方面通过19亿，要甲裁决。是，吼，所以可见来讲，因为美国到即摆也是认为讲，不管是华为还是中兴通讯吼，伊即摆是落啥？因这拢对于美国国家安全吼，拢会造成这个威胁。是，所以在这个情形之外，伊绝对无爱用这个中国的这个网络就是啦。OK。吼，所以我感觉讲，伊用这个啥19亿来拆除这个所有的迄个华为的迄个设备吼，代表等于讲美国即摆也是在咧认定华为还是中国公司是哦，伫咧通讯来网络设备方面吼，拢是有这个啥。威胁存在啦，是，所以这个情形的时，咱也咱看得出来，就是说，未来这个啥，这个华为想要在发展这个5G 啊，还是这个通讯设备哈，升级也是这个啥，这个手机哈，我看要像较早安尼，当全世界安尼畅通无阻，无可能啊啦，无啥可能啊啦。是啦，所以这是一个观念已经形成啊。有影吼，理事长讲到 FCC 真正真重要吼，19亿美金就安尼坑落去啦吼，就是要甲这些物件拢总甲逮好掉。但是咱嘛阁讲到啦吼，即阵这个孟晚舟是去哦，这个中国抱做是因民族这个英雄伟大的这个人民，但是咱嘛看来讲，因即阵拍这个吼好野人、胜利人。真正是无咧手软啦吼，咱继续请教研究员孟晚舟伊这个事件代表吼，可能是一个咱讲工具啦吼，这个工具会当用偌久，化弹掉就化弹掉，中国你安怎看？即马中国内部介大的事件呢，即个恒大地产，上大这地产公司，啊，这个到期无法度来付这个利息，啊有足个抗议，阮来感觉伊这深圳，是，所以这个。对中国来讲，伊个内部的企业，吼，唔惊即个华为，咱看过去差不多这半冬以来，因为习近平讲爱共同富裕啊，是，大家都爱合起来对，吼，啊，所以就足济即个企业家，企业就是讲爱去捐钱来捐献的对，吼，啊，唔惊即个捐献有足大足济的限制。包括这囡仔，啊，用这个网络的时间拍这个 game，啊，所以对中国来讲，伊的问题是足济。这个华为只不过其中的一部分而已。其中一部分。啊，咱看见华为过去的甲这个“一带一路”啊，会当讲是这连做伙。是。啊，最近因为这个新冠肺炎以来，啊，看过这个欧洲的国家对这“一带一路”。啊，会反应，啊，加足济国家对这个华为，因为你买一个通讯的工具，你有足济这应用的程式，无法度来使用，你就完全都无这个需要性啊。所以华为来讲，我感觉就是讲过去会再讲是中国，外交政策，还是讲华为是全世界的科技内底，伊会再讲是上重要啊，是啊，但是经过这代志，虽然讲孟晚舟放出来，啊，但是这意义完全无共款。但是伊有这种象征的意义啊，这象征的意义就是讲美国在中国是不是会当因为这孟晚舟的事件，慢慢以其他的问题会当来合作。小块合作，美国和中国因为这个事件放出来了，可能有一寡合作的这个空间伫啦吼。但是咱嘛讲到吼，这个中国对这个孟晚舟未来哈，可能嘛真正吼特别会去下手啦吼。但是下手的这个时间可能唔是这个短期内，但是长期之内可能。孟晚舟遮吼，伊是看讲哇，你嘛是好野人，你过去嘛是这个解放军的一寡这个企业伫咧啦吼，啊，伊的这个背景吼，嘛是有一寡甲因爸爸有一寡这个关系。未来啦吼，咱看到讲这个科技战啊吼，伫咧中国遮会安怎过来吼，透过这件事件来应用咧？其实吼，中国咧
发展这个共同富裕吼，啊，包括过去包括这个蚂蚁金服要上市要挂牌吼，啊讲啊你不准，吼啊看到马云吼，看到马云的受到的这个待遇，啊咱看到讲搁转来就是许家印吼，哇这8条的债务吼，啊这是不是华为任正非个孟晚舟因父女吼？就是老爸查某囝呢，因这个家族是不是会同款拄到像马云、像腾讯马化腾，啊，搁像许家印同款的待遇？大家会想讲啊，是不是安尼？其实吼，中国要出手的时阵吼，拢有一个坎站，这个坎站是啥？是讲吼，你已经大到我无法度控制。OK。吼，你这个马云。本来是一个英语老师，那毋是国家互你这个条件，互你发展这个物件，去支付宝、去淘宝安尼舞，你会当舞甲安尼遮大地，吼，所以任正非嘛共款。OK。任正非，那毋是国家互你支持，那毋是亲准我国家这块地互你去发展，你嘛是一个普通的军人。所以你若想要有私心，吼，无要互国家，无要互政府来用的时阵。你若有私心，讲我要伫咧海外做我家己的代志，毋是做政府交代你的代志。因为这段时间，孟晚舟是替中华人民共和国咧拍全世界这个科技的战争。是。所以这个战争，你若有私心要做你家己的家族的代志，去发展的时阵，我才会出手。所以我是感觉讲，这个时阵要对因为任正非啊个孟晚舟因父女吼。即马是国家的资产 ，OK， 所以这个国家的资产，你若互我看到讲你有私心，啊，互我无法度控制，安尼才会出手。所以，许家印恒大，伊是因为要清算这个江派上海帮，哦，啊要清算这个曾庆红，啊个遮的太祖栋，遮的人，就是你。我若无清算，啊，我习近平刷落来，佮继续10年，会受到恁的威胁，所以我会将恁的金库、将恁的金脉、恁的钱源先甲你切了断。切了断了，啊，你若乖乖啊将物件吐出来，可加印，你将物件拢，你将过去这10几年你赚到的物件拢吐出来，吼，啊，国家再来甲你接管。所以这就是共同富裕的精神。啊，共同富裕的精神，伫任正非跟孟晚舟因爸仔囝。因即马就是国家的 ，OK， 即马就是政府的共同富裕的。只要你莫有私心，我就袂甲你抄的意思啦。对，这是共产主义、共产党的本质。是，所以咱嘛看到讲吼，真正你若好好啊乖乖吼，听我的话吼，对我的这个大国家的这个吼，咱讲政策来去行，我其实是袂甲你抄，这是中国的这个一寡思想吼。因为你要替阮做的是吼，华为吼要占全球的这个科技啦。虽然受到孟晚舟这个3档的这个事件，已经无比过去3档前遐尔有实力吼，但是咧，即阵伊也是有一寡这个代表性意义的这个存在啦吼。所以咱讲科技战到遮美中贸易战，其实美国看起来吼是较赢面的吼，但是即阵咱看到讲美国，尤其是这个海上的这个霸权也好，军事的霸权也好啦吼，即阵佫招咱做回来参加2022年啊环太平洋军演吼，这嘛是咱头讲到全球上大的军事海上的这个军事演习吼，终于也通过啦吼，咱先请到这个理事长吼，你来看讲终于这个吼表态这动作，尤其咱讲台湾就伫这个歹处边吼对面吼，啊这回尤其有意义，你来看。这个环太平洋军演吼，这是啥？是全球上大的一个军演嘛。是。主要是美国较早迄个啥，太平洋司令部在推动哈。OK。即摆就是印太司令部啦。伊主要吼伫迄个夏威夷吼，甲迄个珍珠港遐吼，伫做演习。是。延伸到迄个美国的加州。所以每2年吼，差不多有26个国家吼参加。差不多8个观察国，所以这是大家拢做，等于是很瞩目哈，因为要按怎讲呢？美国甲这个太平洋当做伊的内海，伊就是靠这个军事哈，就是甲这个规个太平洋的这国周边的国家靠我来，靠我来做联合哈，做军练那样哈。咱知影吧？台湾其实是。这个美国真重要的一个伙伴嘛，这个伙伴，不过咱也无迄个机会去参加这个军演
其实上台湾甲美国之间的迄个军事的交流吼，那真很算做真接啦吼。真接。啊，即摆吼美国众议院吼，通过叫明年快当叫台湾参加这个演习。是。当然咱演习嘛，无可能安尼甲咱的军舰。开去迄个太平洋顶。人员过安尼尔。嘿，无，所以咱是要做那赶快做一个观察。哦，观察国家安尼尔吼。啊，观察国家总下来就是看美国甲这个啥，比如甲美国甲日本啦，还是甲澳洲啦，哦，啊，因咧是个啥，这个是安怎伫合作，合作伫个海上的这种战略，战略是安怎吼，战术啊。哦，是安怎在做？哦，所以这对我来讲啊，咱是需要合适。哦，咱若讲时时上去参与这个啥，甲军舰嘛吼，派去遐参与的，我阿强已经跳高，跳起来哈。对，所以这是一个讲有咱合适的所在。OK。哦，但不过咱袂使甲讲讲哦，安尼咱就要加入美国的联盟。OK。那我想北京方面已经。所以甲盟友之间吼，这个上大的这个咱讲真正去合适，也是讲演习的这个部分，还有一段距离。对，嘿，所以这主要这是啊，众议院吼，这个通过，伊新行政部门吼要遵循安尼做，要做无？得看迄个啥，看拜登的面色。OK， 嘛是爱看拜登的面色，尤其咱头拄也讲到吼，这是众议院吼，咱讲转票转出来吼，咱讲316票赞成吼，咱看到讲是113票啦，表决通过着2022年吼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吼，甲台湾相关的这条文，咱好好一条一条来看吼，尤其咱看到讲，先来看到这条吼，1243条建议美国和吼咱讲台湾的这个国民兵来合作吼，咱等下嘛讲到吼，咱讲吼这个咱讲4个月这个军事训练役，可能伫遮有豆瓜哈爱变化的这个部分，是甲这有关系哦。咱看到讲美国国防部长上吼换伫咧2022年吼2月15进前啦，向国会提交着美国民兵和这个台湾合作可行性甲适当性的这个报告吼，啊讲到吼美国国民吼这个民兵吼过去和10年来和台湾合作的这个情形，包括着这个演习也好，还是培训也好啦，吼训练啊，有一寡这个装备的这个来往。另外咧，美国和台湾共同针对着这个灾害应变、网络吼，还有通讯的安全，还有军事合作啊、文化交流等等的，遮拢是爱吼，甲台湾做一寡这个合作的这个空间吼。那么知影过去。美国其实有是批评咱，头拄讲到吼，即咱即个步兵的即个部分吼，无够强啦吼，野战的即个部队吼，其实嘛是拢无够啦吼。另外咧，咱讲吼，是毋是爱恢复到即个征兵制即个部分，嘛是美国过去有建议，咱到底美国和台湾遮，为什么美国一直会甲台湾安尼建议咧？咱先来请教政治研究员。最主要就是讲台湾本身拄着中国的威胁吧，啊，这个中国威胁。唔是减少 ，OK， 是哪来哪济，所以咱这台湾的部队，佫是全世界上高端一个军队啊，是，除美国以外，除这新加坡来咱遐训练以外，是，会再讲完全都无甲其他国家，有这两边，啊是这个多边，啊这个环太平洋就是这多边，是，啊这个环太平洋是足大一个军事的演习，互台湾会当来。甲这个其他的国家做伙来知影，这个多边的军事的演习应该会扮演什么款的角色？啊，其他国家有的参加就是讲派一寡这个海军的军舰嘛，啊有的是派这个观察员啦，啊有的是派这个非政府的组织啦，所以咱即摆就知影就是讲台湾慢慢咱会当甲这个美国其他的国家，啊。因为通过这个法案，是，和这个美国甲台湾各进一步，较早我若拢有安尼做，只不过就是讲，可以当个进一步，这个国民兵，甲咱的这个后备，OK， 甲咱的这个动员，全民防卫动员署，是，安那以这个天灾，之后这个灾害应变，一当来合作 ，OK， 所以这个是做。实际、实务一个运作啊，OK， 所以咱会当看起来讲，以这个国民兵合作，啊，还有这个海巡，这个海巡，照你讲起来，唔惊咱的海军、咱的海巡，是，咱的这个后备，会
的军队都会当甲美国甲其他国家。较济来接触，有影啦吼，所以咱看来讲吼，是安咱一直讨论讲这个环太平洋这个部分吼，咱讲到吼，这个国防授权法案吼，其实有真济真有路吼，咱甲台湾有相关的这个条文吼。另外嘛，中心就讲台湾关系法甲6项保证是美国甲台湾上重要这个关系，咱讲 cornerstone 吼上重要这个基础。另外咧，第1247条嘛讲到协助台湾强化着家己的吼防卫能力啦吼。过去咱嘛讲到。咱台湾吼，甲美国买军事的这个武器啦吼，就是提升着咱无对顶吼，会当作战的这个能力啦吼。面对着头拄啊，这个政治研究员讲着，中国这个威胁毋是减少，是哪来哪增加。所以而且咱看到讲国防授权法案，就是讲面对中国，咱要有所准备啦吼。另外，咱头拄讲着。过去吼，这个咱即阵要过来实行吼，4个月这个军事训练的这个部分吼，即阵改做是5礼拜、11礼拜。过去免落部队，即阵嘛要落部队吼，代表是啥？美国甲咱讲，也是建议啥物？先做来看。军事训练役男制度有重大改变，国防部宣布，这个月开始要启用新版的军事训练役。因为即马役男完成新兵训练了后，会留伫原来的新训里训练。即马改做完成5礼拜入伍训练了后，役男爱落部队实施11礼拜的编制专长加实务工作训练。同时，就是外岛签有机会抽到金马奖去金门马祖做兵。国防部阁讲，106年捌验证役男落部队的成果，确实是有效果，达到训检结合。跟部队做一个实务的一个经历嘛，最起码比训完以后，他就回家会获得某一方面注意的。那连同外岛也一样。邱国正表示，包含剑道、勤务、新训部队，未来拢会平均分配役男，等于是当年有35000个役男分发到部队，伫部队点11礼拜。因过，做大学役男利用寒暑假分2阶段做兵，是毋是毋免落部队加抽外岛签咧？邱国正是讲，已经有相关考量，有可能安排落部队。那为什么明年度开始又多了一个下部队这件事情？因为我跟委员报告，训而未用，这个训是没有效果的。我在军中这个历练，我也很清楚。前面2个月好，我们不动它，可后面第2个2个月又未尝不可放到部队去。这个政策难免有点草率到没有涵盖到所有的层面。那是英国皇家海军伊丽莎白女王号的巡航舰2次梦号27透早由北向南通过大海。邱国正证实国军有掌握，暗过未干涉。中共军机2次佫出现伫咱西南空域，敢若9月份就103架次。记者综合报道。是啊，咱头拄有讲到吼，美国过去捌批评咱台湾这个后备战力无够啦吼，啊改革军事训练可能是有必要性，所以咱看来讲，即阵已经要改啊吼。咱讲过去吼入伍，即个咱讲吼8礼拜，咱讲吼专长的这个训练吼8礼拜，啊你安尼16礼拜就结束啊，就免落部队。但是即阵咧改做是5礼拜、11礼拜，然后合格吼战斗兵的这个训练吼，你就是吼入伍了后，差不多35天吼，你报吼咱讲华语报销了后，你就爱去落部队啊啦吼。共款吼落部队了后，你佫会抽考啊吼，抽考你共款有这个吼金马奖的这个部分吼，就是讲无遐尔舒适啊，这嘛是培养伫咱台湾吼有一寡啊，真正莫讲吼，这个咱讲拢战斗机啊吼，袂当战啊吼，咱继续请教真正安怎看？是即马吼，足侪人咧问讲吼，两岸若真正战起来吼，咱到底有才调去应付这个战争无？啊，到底有偌侪人会去拍？吼？因为足侪人拢咧思考这个代志，包括讲吼，足侪人出册讲吼，被迫一战还是终须一战，就是讲真正有可能，但是咱袂使当作讲，哪有可能啦？两岸哪有可能战争啦？哦啊，咱头拄仔讲到这个明晚酒的代志，讲到拜登佮习近平2个人安尼通一个电话，啊，敢若关系佮好起来，好啊，2个人关系好起来，啊，即马吼佮叫咱讲，咱有这个国防授权法，所以吼。台湾爱有家己有准备这个战争的实力，吼，因为中国的军机一天到晚伫遐咧甲你乱，吼，啊，而且咧愈乱愈接，吼，就甲你乱，好啊，所以吼，这个朱立伦吼，最近冻酸东主席，吼，啊，伊参习近平伫遐眉来眼去，伫遐咧安尼贺电交情的时阵，啊，因就讲啊，你看人美国吼，都参中国即马好来好去啊，吼，啊，所以。美国可能甲你用一个肉点伫遐吼，啊台湾吼可能会当做猪肉，当做鱼肉去遐烘毒，所以可能你都无即个材料，吼，所以因就讲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吼，就是台湾无材料，你嘛去互美国骗去啦，吼。但是咱即马
因为看咱所有的国防吼，啊个美国互咱的这军备，咱是毋是有这个防御能力？但是有这个武器。嘛爱有人会当战呐，所以才会有即个国防训练吼。邱国正国防部长才会讲，咱即马5+11吼，毋是3+11哦，是5+11。5礼拜加11礼拜。5礼拜会训练，11礼拜落部队。啊，11礼拜落部队，足侪人嘛会想讲，啊，真正11礼拜吼，安尼就有才调去相战嘛。哦，所以即马足侪人拢讲吼，除了即个做兵以外，咱可能吼嘛爱加设一寡。真正会当互你训练安尼靶场啦吼，因为做侪人讲啊，都毋捌举过枪啦吼。啊，你若会当算迄种参枪共款吼，但是去练习讲，若真正要作战的时阵，台湾有偌侪人会当去战争，因为即马吼迄个抖音呐，大家可能最近有收到一个影片吼，就是讲台湾的少年人吼，迄个少年囡仔。去煮预防射，啊！伫遐煮甲咧哀叫，哀甲安尼足大声的，后壁会配音就写讲啥，连煮者预防射都哀甲遮大声，有才调去战争。哇！伊就安尼甲你骗想，甲你讲吼，你就我看你出台湾人、台湾少年囡仔无才调战争，伊就用即个影片甲你糟蹋啦吼。所以咱就爱有即个准备。是啊，有才调讲真正若烧战的时阵。咱主要是看外岛，就是看金马奖嘛，金门、马祖、澎湖这个所在嘛吼。啊，所以落部队，互恁去，互这个做兵的人去体会讲，若真正要战争的时阵，恁爱有心理准备。哦，所以当然啦，一定足侪人伫遐讲啊，真正11礼拜吼，你都有才调上战场嘛，吼，这是一个疑问啦吼。所以你看立委咧执行的时阵，就讲，你这个训练。是毋是有够？ OK， 啊，但是除了这个训练以外，咱是毋是爱阁有充足的这个会当作战的兵力？就是人讲吼，即马查某囡仔比查甫的较有效，所以吼，台湾即马嘛足侪人提议讲爱用女兵，吼，用查某兵来应付，来面对这个。可能未来两岸这个紧张局势需要的军力。有影啦，当然咱咧讲吼，这个做兵也是落部队啦吼，到底什么才是这个合格这个训练兵吼？咱讲吼，过去有爱做真济吼训练的这个过程吼，啊，咱嘛讲到即阵拢是咧做这个部队顶的作战吼，咱讲这个部分可能是要培养到合格，咱讲。未来这个后备这个动员的这个能力吼，这是较重要的。讲过去咱有遮这个军事训练，吼过去伫咧这个专中训练无落部队吼，其实有一寡这个前差伫咧吼，所以伫遮咱来改变这个部分吼，应该是会更较吼透动一寡啦吼。上尾咱阁继续来请教理事长啦吼，咱讲到5礼拜也好，11礼拜也好啦吼，这其实拢讲吼介少的这个时间，当然。要恢复到咱讲过去这征兵制，可能咱台湾这个吼民情吼，可能嘛会无稳准吼。但是咱讲到透过这款的这部分，未来结合到咱讲这个后备动员数这个部分，应该是会较到达啦吼。你安怎看咧？这是迄个啥两种吼，是相当不一样啦。因为这样5礼拜的新兵的训练，是训练这个。基本的动作是，就是向前走、向左转、向右转这种的吼，这军人的迄个啥？基本的这个仪态啦。啊，11礼拜吼，伊是做这个啥专长，专长的迄个训练，比如讲炮兵啦、网络兵啦、吼通信兵啦这种的哈，有些是专业的。啊，咱喺了解嚟讲，虽然这11礼拜吼，可能无法度真正训练甲真迄个啥，真精的迄种迄个啥，即个专业兵啦。是。啊，不过咱来是考虑一个重点嚟啥，咱即马个迄个较早叫做后备司令部，即马改为全民防卫司令部，吼，就是意思讲，大家拢是军人的时啊啦，吼。啊，所以呢，伊即马就是讲，你即马11礼拜，等应该说4个月你兵做了，因为你有11礼拜专业的训练，未来你迄个做常备兵，做后备役的时哈，伊迄个随当接起来吼，嘿，伊会当接，是，吼，啊，每一个人，因为咱即马学的人拢是啥，有无共款的专业啊，有的人学迄个电脑，有的人学迄个。电机啊，安尼，好对不对？啊，这是大家拢去做伊的迄个专门。哎，即摆战争最主要是啥？是一个混合战。是，吼，就是大家这个拢唔哪敢都热情了啦。即摆
认知战也有啦，吼，这个恐怖战也有啥拢有对不对？所以也有军事的，有非军事的方面。是。啊，你这边的人，你也种你，譬如讲你是社会科学的，哈。社会科学这方面的，你也当去做啥？认知战这方面的嘿。OK。哦，所以都爱分开。哦，但每一个人的专业拢甲困到定。是。啊，那是开始一个精兵的做法。啊，你第二点来讲，因为美国才有后前有讲过啊，国民兵来训练咱的迄个兵。是。哦，咱的兵是要，因为一个人来国民兵，咱就是爱后备兵嘛，咱嘛无可能用正规兵去可以训练啦。这第一点，第二点，因咱的迄个啥海巡，甲因的海岸防卫署，嘛是有在训练啦。OK， 哦，公用的训练，所以咱第啥，美国，咱得甲美国的迄个军事哈，做一个接轨。OK， 哦，台湾唔是讲靠家己就法度去防卫这个啥，所以咱讲吼，其他的人来做合作有技巧，然后今日非常感谢三位来宾，我感谢乡亲的民团，咱再会，感谢多谢。